女星陈意涵去年2018年和导演许富祥登记结婚，同时宣布怀孕，可说是双喜临门。目前怀有9月身孕的她，曾透露预产期在2月1日，卸货进入倒数计时。没想到昨28日，陈意涵透露自己去爬山，吓坏不少人。身穿外套，戴着登山帽，陈意涵昨日在微博上 PO 出自己去爬山的照片，并兴奋地说：“真想见到你的心情，心中满是期待儿子的到来，难掩当妈妈的好心情。”只不过陈意涵也晒出写着101数字的手表，透露自己爬了101层楼梯，令粉丝相当惊讶。不少粉丝看到陈意涵卸货在即，仍保持的好习惯，纷纷赞叹妈妈宝宝更最美孕吗？甚至有网友看到陈意涵爬了101层楼梯，紧张地说要注意点啊！真是为你操碎了心，感觉我们比你还紧张，竟然还在爬山，我真的是佩服了。陈意涵先前曾透露，孕期只胖了3公斤，但却是个吃货，笑说我其实是假怀孕，肚子藏得比较好，头比较紧而已。也因为勤于少量多餐的习惯，让身材保持最佳状态。不过陈意涵坦言一直在跟宝宝抢食，但是热量又消耗很大，所以吃得多，动得就。